大家问千万二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知讲初五过开，今年拄好拄到拜六，今仔日才是公家机关、民间公司正式开市的日子。人讲新春开市大发财，日日进步好运来，开市大发万万年，大家好气大赚钱。新正年大家互相说恭喜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就是恭，恭喜的恭，读歌咏恭第一条。台语字典解说恭，就是尊敬、有礼貌的态度或者是行为。像讲迎神明的时，咱会恭请众神；也有尊敬或者是献上，咱讲是恭敬。若是恭敬欢迎，就是恭迎。另外讲到甲人祝贺，就是恭贺。若恭喜的意思，就是甲人恭贺或者是祝贺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恭喜，代表讲是喜事，甲人祝贺。像讲新正年，咱会甲人恭喜，一般就会讲恭喜发财。第二个词读做恭贺，同款嘛是祝贺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元宵进前，拢也阁算是新正年，大家见面会互相说恭喜，互相恭贺迎接新年，互相祝福平安、康健、阁顺遂，五谷丰收、年年富，六畜兴旺、日日春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恭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